高雄城市代表街景，你的名成了美味面包的保证，你的头衔已经是世界第一。如果是你，此刻眼光望向哪里？未来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企业家。那我希望这个企业是以国际的一个企业。我希望用台湾人的名义到法国、到日本开一家属于台湾人开的面包店。让面包和许多客人建立了美味关系，吴宝春孜孜念着，他的面包世界不能只是自我成就。他们在我这边呢，我会传承我的精神跟我的态度。台湾下个最有希望夺下世界面包冠军的张太谦，就在他的店里当主厨。像我在栽培阿谦师傅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讲，我给你任何所有的资源，我希望你能够以世界冠军为目标。你对我最大的回报，对台湾最大的回报就是以世界冠军为目标。那你回来之后，你想要出去创业，我都支持你。我希望呢，你出去创业，然后你再造就另外一个张太谦。我希望你用这样的精神去培养更多台湾的好师傅。所以2012我们就要看张太谦师傅大展身手喽。俺做得到，俺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然后我教你说，我相信乃心。我相信乃心。吴宝春一再强调，冠军是一时的，学习才是永远。他的面包店是还乡的礼物，他的手艺没有设限的包袱。像比如说，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荔枝桂圆的技术把它公开？因为如果说我用的荔枝桂圆的量毕竟有限，我没有办法收回所有的农民。如果说我把它这些技术释放了，是不是更多人做？更多人做的时候，是会受益更多的农民。吴宝春师傅以企业家视野构筑他的面包王国。他说很羡慕小时候在客家庄看到大人把所有资源拿来栽培下一代，而现在他努力提携后进，传承的也是相同的心意。俺做得到，俺心；俺做得到，俺心。